大家好，我係靈異獵人小賈。你哋有冇試過喺你一個人嘅時候，突然聽到有人叫你個名，你會唔會應佢，定係扮聽唔到？今集我會講一單關於叫人嘅故事。主角叫張楚，係一個普通打工仔，自己一個人住，成日 OT。佢嘅生活就係返工、返屋企、再返工。出事嗰日朝早，佢突然扎醒，因為佢聽到有人叫佢張楚，佢人都仲未醒嘅，已經應咗一句係，跟住成個人坐直。呢個反應好自然，因為由細到大，佢阿媽都係咁叫佢起身嘅。問題係佢嗰刻唔係喺阿媽屋企，佢係喺自己屋企。阿媽呢個時間應該喺屋企餵緊雞、種緊菜，點會喺度呢？但係嗰把聲真係好真到佢真係以為自己返咗阿媽屋企。佢攞起手機一睇，6:15，張楚坐喺床邊，細聲講咗句：真係奇怪。佢前一晚加班加到凌晨2點，個腦重到好似灌咗鉛咁，可能係太攰啦。佢行入洗手間洗個面，張楚嚇到佢牙刷都跌埋落洗手盆。呢次把聲好近，好似貼住佢耳仔咁。佢即刻轉身，全屋都冇人。張楚心跳得好快，佢講咗句粗口，跟住同自己講：聽錯啫，一定係太攰。之後全日都好唔對路。搭地鐵嗰陣，佢成日覺得後頸涼浸浸，好似有人對住佢吹氣咁。但係一轉頭又咩都冇。返到公司，佢成個人開始亂晒大龍，記錯日子，記錯做咩文件，甚至有同事話佢成朝早擰轉頭7、8次，好似有人企喺佢後面咁。直到中午，佢去洗手間，喺尿兜嗰邊，佢見到個好瘦嘅保安。保安冇回頭，問咗句：有冇火啊？有。佢轉頭一望，尿兜前面空無一人。佢望住塊鏡，成個廁所得返佢自己。佢喺鏡入邊清楚見到身後嗰格廁所門慢慢咁閂埋。嗰日之後，張楚嘅精神越嚟越差。有晚佢加完班，自己一個搭電梯收工嗰陣，電梯落到3樓，佢聽到有人叫等等，嗰把聲好模糊，但係佢竟然應咗一句好。門一開，外面黑晒，有對慘白嘅手伸咗入嚟，又瘦又扭曲，指甲黑晒，四圍亂摸，刮門，跟住慢慢消失咗。之後嘅日子，佢開始分唔清現實同幻覺。打印機冇啦啦自己打印，每一張都係佢個名，仲有監控影到佢對住空氣遞文件。有日便利店嘅收銀員同佢講：你阿媽喺後面等緊你啊！轉頭睇乜都冇，佢決定開始錄音。佢聽翻啲錄音，所有人講嘅說話都好正常，但係最後佢聽到有把聲細細聲咁講：張楚，返屋企。過咗幾日，佢阿媽打電話俾佢，話自己發夢，夢見佢企喺屋企門口，全身濕晒，挨凍。而嗰個夢張楚都夢見過，而最後嗰幕係喺屋企樓下有人叫佢張楚，然之後佢睇到啲嘢，冇人知佢睇到啲咩，只知佢個表情扭曲，仲開始慢慢消失。同一時間，幾百公里外嘅菜園，佢阿媽聽到有人叫阿媽，再見。一轉身唔見有人，但係嗰聲好震，就好似佢個仔真係喺佢身邊咁。所以有時你聽到人叫你，你唔好即刻應，因為你永遠唔知究竟會係邊個啦。如果你係靈異愛好者，記得訂閱我個頻道，like 啊，分享同埋留言。多謝收睇，下集再見。